对市长柯伟摕手头接过奖杯，过几天就是警察节，台南市警察局特别举办庆祝大会，分别表扬3位来自现代、新营以及新化侦查队的模范警察，以及30档、20档、10档的警察奖章。非常感谢我们所有警务同仁大家的用心跟辛苦的付出，才能维持治安的满意度，民众的满意度那么高。但是其实他们警察是非常辛苦，他们也可能家庭等人都要得到家人的支持跟谅解，所以今天在颁奖以及颁证警察奖章的时候，家人都同行，一方面分享他们的荣耀，一方面也知道他们的家人是怎么样的辛苦。代表186万台南市民感谢警察的辛劳付出。接着由副市长叶铁山表扬自由警察自由员工定奖项，其中特别讲到114年1月份到5月份的打砸生效，成功阻查案件有115件，金额高达6亿外。我们的全班刑案，还有我们的一些暴力犯罪的破获率都是6都第一。我们在各项的诈骗案件的，不管是破获率也好，或是主诈的金额也好，都是6都第一。以打砸、掠夺、扫恶为目标，运用科技执法，整合第三方警政甲民间力量，替大台南的治安、交通把关，伫专属警察的节日向因致敬。台南市民所会采访报道。